你有没有試過跟一個人在曖昧的時候，一直模糊不清，到底我在你心中是什麼？即使幼稚，很想幼稚，想同學沒有資格同學，不想過問，不想再等，無奈故事這樣更深。也許共你很入戲，因為什麼都不是，我們什麼都不是，沒能力迴避了，何解依然苦笑，情緒近乎耗掉。究竟是我很像你，抑或什麼都不是？我承認我們什麼都不是，沒名字成就你，來抱着來背着，尋找可放手的勇氣。